咩話？你條女突然間將88000嘅禮金升到88萬，你問我點算？我哋做金融嘅呢啲嘢仲使我教你嘅咩？同我持續做空佢，分3步行，聽住。第一步，即刻放出好消息，應承俾佢88萬，甚至俾100萬都得，滿足晒佢所有要求。第二步，最新啲 iPhone 17，各種節日嘅花、奶茶、過年啲利是都準備好俾佢，擺酒嘅酒樓帶佢去睇，等佢去通知晒佢啲親朋戚友幾時結婚，幾時過嚟飲喜酒，將日期散開佢。呢個時候喺佢身邊，一直放啲好消息，等佢感覺自己巴鳩閉，情緒價值同我拉爆佢。到咗第3步，呢個時候直接同佢講，而家身上淨係得10萬蚊彩禮，呢個婚得就結，唔結就算，明唔明？到嗰陣我話俾你知，佢仲有硬氣嘅資本咩？所有親戚都知道咗啦。呢個婚結嘅話，10萬蚊禮金搞掂；唔結嘅話，兄弟，我哋即刻剎車，掉頭走人。8隻腳嘅蝦毛唔好揾，2隻腳嘅女人周街都係。點解要喺一棵樹上吊死？面對不斷貶值嘅資產，租好過長期持有。你聽到未？